港可以同大灣區今次一齊主辦係國內最高規格嘅比賽啦，大家係試一次同奧運會一樣，好期待。我嘅工作其實主要都係同殘疾運行奧運有關啦，咁所以我哋其實都係好支持殘疾運動員可以出到呢啲比賽嘅，同時亦都好支持呢個運動會可以喺港澳粵呢三地舉行嘅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是希望可以北兵南战。香港人吧，他们还是很喜欢冰雪运动，只不过就是接触的机会还是比较少。那希望就是我们大湾区的这个全运会呢，也可以稍微带动起来这个项目。希望呢，我们香港本地的一些体育条件呢，能够做得更加好，然后准备我们全运会的时候，可以好好的展示一下我们香港人在冰雪运动的一些发展和成绩。第15屆全運會加油！香港舉辦殘疾奧會加油！希望大家多啲做運動，日日開心。2025年全運會，大家加油！2025年特殘奧運會會喺粵港澳三地舉辦，大家多多支持。Hong Kong's Chinese players 2025 China National Games. I see you there. I will watch you. Best of luck for you. Show me your best game. 何詩蓓咯，香港游水嗰個係啦，咁最中意係佢咯。如果希望攞多啲獎咯，即係攞唔到獎都唔緊要嘅，但係最好就自己有幾多料就做翻幾多料咯，係咯，唔好驚咯，攞經驗咯。張家朗啊，咁其他仲有好多都比較年輕啲嘅，應該會覺得會有進步。咁香港運動員從來都係咁努力嘅，亦都係咁好準備嘅。咁我相信喺嚟緊嘅全運會，不論喺香港舉辦或者協辦，或者喺內地其他城市，包括廣州，咁我相信一定有一個好好嘅成績嘅。